今日即个平安，中秋节快乐！昨还阁好天吼，今日已经开始落雨，因为风台要逼近。求主有缘保守咱，互咱无受到风台的搅扰。咱来吟圣诗206首。今日是主设立做圣。 歌词内面无真特别爱注意的吼，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。今日是主设立做圣，我着遵守来的安宁，求主。 名字更名，我名的日，世上路苦，今日帮你，今日是主稳定修书，我心将我奉献予你。咱过来看一首481首，圣诗481首。 脱出罪恶黑暗的口界。第4节第2节，进入白昼，得阳光无退啦吼，这个是得阳光无退。另外，太阳魔鬼第一节的所在吼，第4节太阳魔鬼失实的权势。第3节是放杀自转骄傲的心。 大概第4节的第3节，闪避惊吓灭无的陷阱，闪避惊吓灭无的陷阱。好，咱又来吟第1节甲第4节。脱出罪恶暗的高架。 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日必更名的主有徛在，求主我来求你，肉体必听你使我勇强，心能听你使我命。 脱离我罪，车声的来听，求主我来救你。第4节，太阳魔鬼是神的关系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今日白昼的阳光无退。 求主我来救你，闪避惊吓灭无的陷阱，你没有条旁边啊徛起，孤灯向好见你面欢喜，求主我来救你。 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耶和华受尊最悬，因为伊踮伫悬的所在，伊用公平公义充满咱。咱的一生要得到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、甲智慧、甲财物，着敬畏耶和华做你的宝贝。吟圣诗来学老主，掀开圣诗206首，圣诗206首。今日是主设立做首，圣诗206，请咱起立。咱游玩徛地，即时咱要用新的界面互相来共读，请来共读新的界面，请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即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，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即两条界是全律法到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界面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交读启应文。请咱掀开圣诗后壁面，启应文28篇。启应文28篇。我来刻，你来印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我坐落去，我徛起来，你拢知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行路，我倒伫眠床，你常常细知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耶和华，我的嘴所讲的话，你无一句毋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。看手伫我的顶面。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画尺度。真怀我袂到。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。我要走去倒落闪避你的面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。我若困伫阴间，你也伫遐。我若天开清早的时，飞到海的尽头来徛起。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你的正手要牵我。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，过四围的光要变做暗暝。
就黑暗也袂话压看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，黑暗甲光明，伫你看拢是一样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遐个少爷到遮多，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济。我讲精神的时，犹原甲你三甲伫地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带我行永活的路。当心来祈祷。阳光全能大主宰，愿感谢你，伫即个人心神无定着的时，愿伫你疼痛甲固守的内面，安然经过每一日。伫天灾人祸困着患难的时，你有温den甲慈悲，互阮活命通有福气享受你奇妙的创造，感受人情的温暖。是你赏赐甲供应，互阮的肉体、心灵得到满足。是你扶持甲帮赞，伫阮拄着着达的时无跋倒。是你完全的掌管，当阮拄着艰苦的时，对你的安慰扶持，来得到极大的愿望。有你甲阮伫地，阮就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感谢主。伫阮每一人的身上所成就的一切，你体贴阮的软弱软弱，袂堪得四周围的诱惑，时常无照你的教示来行，有真简单，就做你所无欢喜的代志。求你赦免阮的过犯，清去阮的心神，求阮脱离试探，互阮的所行所做，甲所得到的恩典相共款。来得到主你的欢喜，求主赐予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互阮的心往主的道来拍开，用较无的心灵来领受，使阮积极的心智常常祈祷、学乐、敬拜，互灵命丰富，赏赐阮坚固的信心，确信你的话，使阮智慧会晓听你的声。伫所做的代志顶面，甲每一项选择的顶面，拢知影主你的好旨意，照主你的意思来行，使互阮谦卑顺服的心，做一个互主欢喜的人，通来荣耀主你的名。特别上帝，今仔日落雨，有真侪时代无法度甲阮三甲伫即个所在来敬拜，愿主你甲因三甲伫地。毋管伫倒路，毋管伫线顶，也是伫圣殿内面的，主你拢教阮三甲伫地，听你的话，照安尼来行的，拢得到主你的祝福。愿主看顾阮今仔敬拜，对头到尾，圣灵教阮三甲伫地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圣歌队要用愿望的道路，带咱来学乐，请圣乐队。
上帝是咱往望的活路。即点，咱来看圣经。咱今仔要来看马可福音第5章。马可福音第5章，咱要对第1节看到20节。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，我来读，请咱详细来听。因就到海的对面岸，到吉拉森人的所在。耶稣离开阵，念咪有一人对坟墓出来拄着伊，就是互写神父信的，平素徛起伫坟墓中，无人会捌伊。虽然用铁链也袂话，因为豆豆用骹靠铁链捌伊，若是铁链互伊踹断，骹靠互伊讲喙，无人有气力通制压伊。谜语常常伫坟墓中，伫山林后叫，将石头家己上，远远看见耶稣就走来拜伊，大声后叫讲：只愿上帝囝耶稣，我甲你甚物干涉？我记上帝来恳求你，目的可错我，因为耶稣捌甲伊讲：写信啊，着对迄人出去。耶稣问伊讲：你号做甚物名？因讲：我名做赢，因为阮遮的真多。伊就切求伊，目的赶因出迄个地方。伫迄个山坪有大阵猪在讨食，因就求伊讲：找阮入遐个猪，互阮通入去。就应允因。遐个写信就出去，来入遐个猪。伫迄阵猪走落山坪，遁落海，约了2000只。伫山林结死，顾猪的人走去，甲城内甲乡舍的人讲，人就出来，看所拄着的事怎样，就来求问耶稣。看见迄个犯着鬼的，就是互赢所填的，坐伫穿衫，哀哉就惊。看见的人将犯着鬼的人所拄着，甲规顿猪的事，拢讲互因听。就求耶稣离开因的境内。耶稣拄啊上船，迄个捌犯着鬼的求伊准伊。三甲去，耶稣毋准伊，讲：倒去你的家，找你的家人，将主甲你行遐大的事，甲所怜悯你的，甲因讲。迄人去，伫底加坡利报用耶稣甲伊行的大事。众人拢奇怪。圣经读到遮，愿听到上帝的话，拢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今仔日科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：对捆绑到头绑，对捆绑到头绑。所敬的志美牧师，出国服侍的义杰牧师，甲咱主内所有的同间我的亲人，有真侪久久无看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感谢上帝恩典，伫圣经学院的主日，透过学校的安排，咱贵教会的接纳，也会当互我今仔日伫咱中间，甲咱做阵来敬拜，愿上帝话。伫咱的中间，佮一个邀请咱阿头来祈祷。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，感谢你今仔日会当引带阮的脚步进入上帝你的殿。求主你添净阮的心，伫阮敬拜中，要有上帝你的祝福临到伫阮的中间。阮整个礼拜，透过阮的吟诗而乐。透过阮的祈祷、代祷、关心、恳求，也要透过上帝你的话，
佮一摆亲自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，互阮明白上帝你的话奥妙，正做阮日常生活的帮衬甲启示。愿即个时，互人无论讲无论听，拢秘密着上帝你的祝福，恬静阮的心，坚定伫上帝你的面前。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我用一个题目叫做“对捆绑甲头绑”。咱大所看的圣经，也想这段圣经咱不一熟。这段圣经主要咧讲起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伊讲互鬼附身。然后讲起伊有一寡伊的生活的状态。台语的圣经讲互邪神附身。国语版本的圣经有写讲用被污鬼附着。有可能咱对神学院、对神学、对圣经的解说、对这个被污鬼附着，还是讲互邪神附身，有可能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。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用信仰的层面、甲生活的层面，转来想伫咱生活中咱实存的意义。互鬼附身。被污鬼，污的意思是啥物？污就是垃圾嘛，污就是无清气、无洁净。伫咱的信仰的顶面，咱讲过，互鬼有时咱用过换款的名词，比如讲撒旦，比如讲魔鬼，等等来咧形容。这是当在伫咱实存的生活中。鬼跟咱有相关的关系。有时伫咱生活中，咱想看觅咧，咱咧讲话中间咧讲对方，咱咧形容一个人讲伊叫小气鬼、肮脏鬼，对不？赌鬼、色鬼，什么鬼都有。意思讲啥？这个人的心中有一寡无好的物件，有一寡无正面的物件，有一寡咱感觉坏。还是唔好的物件去动弹。在咱生活中，比如讲，咱讲，这个人心中有鬼。啥叫心中有鬼？就是你甲伊的中间已经开始有一点的恐惧，有一点未当互相的信任，所以你感觉伊心中有鬼，就是讲伊不怀好意，还是心中伊无啥物款的真正的物件。人讲疑神疑鬼，什么疑神疑鬼？我想等去这用词生活中，互咱更扩大咱的层面，来看今日圣经到底要甲咱讲什么。圣经真重要，是要帮助咱去生活信仰化、信仰生活化，要透过今日圣经互咱讲什么。所以咱要用一个比较现代版来看这段圣经。到底互鬼附身，要怎样在咱的生活中有一个正常的生活？对捆绑的人生，成做一个头绑的人生。咱来看圣经内底怎描写，用圣经内底来描写这个人，咱曾经拄仔看过。这个人互鬼附身，伊住伫坟墓内，无人会当绑伊，用铁链也袂当。然后还佫一个描写讲。因为人偷偷要用脚镣、用铁链甲伊捆绑，铁链互伊扯长，脚镣也会降碎，无人会当制服伊。这个人，日时暗时住去坟墓内，伫山中伫遐嚎叫。这个人，佮用石头伤家己。我想这字眼简单的描写，咱当一个共同的结论。其实这个人是无正常的生活，过无正常的生活，所以我看伊住去坟墓内底，佮有一个种这情形伫遮，伫遐日是暗时伫遐来嚎叫，互人用石头来伤家己。这句话这段圣经内底，咱家做一个简单的整理。这个无正常的人，这个或者恶势力歹。撒旦也好，魔鬼也好，邪神也好，安怎去形容拢无要紧。一个无正常的人，伊的生活是安尼生活。我想圣经的故事，毋是刚才咧讲这个故事。
圣经的故事是要今仔日当个医院要对咱讲话，今仔日要对咱讲话，互咱来整理看卖。头一项，这个人倒去父母来；第二项，无人会当甲绑掉、甲困掉；第三，连铁链也卡了，也无当，也互伊讲碎，无人通制服。你是暗时伫父母来，伫遐山中遐嗷嗷叫，用石头伤家己。谁人讲这个人要倒去父母来？坟墓是一个黑暗的所在，坟墓是一个甲人离开远远、人歪去的所在，带去黑暗中，带去这个世间的某一个角落，躲在人群的背后，带去咱生活中间，我都看到别人去个所在，同时去个所在生活，导向这个世界。有时倒去父母内底，伫咱实存的生活中，咱去受捆绑，互咱捆绑，互咱去导向今仔日，导向这个世界，导向一个正常的生活中，有无？咱想看卖，对咱日常生活的小小的一些动作、一些思想，稍微检视一下。做业务的，今日透早起来想讲啥？今日赶快。来一个台风天，都休假，不用去接业务，管理好。那是要导向学生考试总是准备无好，所以毋忙个透早起来，当紧紧，会当甲妈妈讲，我今日爱走便所，今日发烧怎么样等等，还是讲今日老师。就说今天不考试，其他生活中有多，咱无法度去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今仔日，咱要导向，要逃避，咱其实中间这嘛是一种捆绑，无人会当捆掉伊，连铁链也袂当。意思是讲，今仔真侪恶的势力、歹的势力、邪神，今仔心、今仔的心、今仔灵、身心灵，拢无紧。无讲啥物款的赞助，有时咱无要受约束，无要受约束。过去有一句话讲叫“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所以我行我素，自以为是，随心所欲，无要受约束。有时伫咱的生活中，存在这个讲互铁链也会当互扯断，脚了也会讲碎，表示这个人就有一个真恶一个关系。是恶的权利，这个所在无人能够制服。伊若导向这个世界，导向今仔日逃避现实，伊个是无要受约束，伊甚至家己个一个歹势力，伫伊的内底，伊的生活中，伫伊的行为，伫伊的讲话，伫伊的行大内底，相信家己的拳头比别人大，相信家己的言语可以霸凌别人。其实中间，其实说他拥有很多的恶势力。其实中间，伊咧做派，其实中间受控制。有时，这种的人受捆绑的人，唔能安尼伊讲，伊造成别人的不安。所以圣经所描写讲，去坟墓、去山中，其个所在个嗷嗷叫。咱若行正常人行去个坟墓、黑暗的所在，有人行黑白花、黑白叫，咱会惊未？造成咱的困扰，造成咱心中的不安，互人不安。有时咱看去，咱的这个囡仔，感觉你所做一切，互厝内底人不安。有时咱感觉咱家己我行我素，但是咱其他人不安，袂放心，提心吊胆。这个人受捆绑的人，用石头伤家己。甚至咱有时咱的生活中，咱讲电玩是无好的物件，但是有时因为电玩沉迷，伊伤着家己，伊伤着家己的目睭，伊伤着人甲人的人际关系，等等，食毒品等等，也伤害了家己。我想这就是咱的生活，这个生活叫做无正常的生活，这个生活叫做捆绑的生活，叫做捆绑的人生。我相信咱
活在当下。什么捆绑你？我们曾经被什么捆绑？是不是咱看到这圣经内底所描写的，有时咱都像这个世界，唔敢面对时阵的社会、时阵的生活、时阵的家庭、时阵的人际关系、时阵家己的身躯的状况，有时咱无要受约束，别人甲咱劝、甲咱讲，都是咱我行我素。有时咱家己有这种歹势的，家己不知道，但是一直在影响我们，一直在影响我们。有时咱做家，咱四周人对咱的无安全，对咱的不安，对咱袂放心。有时咱伤害咱家己，活在当下。我们的身身躯、肉体身躯有什么受捆绑？我们的心，咱的心有什么款的受捆绑？咱的灵跟上帝的关系有什么款的受捆绑？我相信咱曾经有过，或者现在有过，或者将来我们也可能会再面对。其实这种的情景的下面，咱相信咱拢真期待，真期待咱去受捆绑的生活中，咱期待咱要得到逃亡，咱期待咱要得到逃亡，得到自由，得到一个正常的人，得到会当真快乐、真平安、真喜乐。真咱基督徒的人生所讲，平安，平安，咱就真正平安。就咱咧吟诗讲，喜乐如江河，咱就真正喜乐。就像圣经所讲的，在苦难中，我仍然有盼望。我想起，在咱捆绑的生活中，咱就期待得到逃亡。捆绑的生活，那是用最近咱教会界咧讲的一句话叫做苦毒了，是不是成为一种苦毒，一种捆绑？找谁？靠什么？找谁从这捆绑的生活中得释放？是找朋友，靠家己，找老师，找同学，找家长，找辅导。我想这个拢需要。总是咱做一基督徒，除了找这以外，咱是不是当来找咱的搁活搁真的上帝？靠什么得到逃亡？可能世间内底真侪，今仔这个时代，有真侪药物会当帮助咱。有人讲药物会当帮助咱，好啊运动，好啊保健，好啊安怎，等。但是，当然咱的信仰，耶稣是不是会当互咱吃做一个会当倚靠、得到逃亡的人？所以咱看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可贵的所在就是咧讲，有这种的人，互贵妇心过一个无正常的人，都是咱讲伊感谢主，伊对捆绑的中当得到自由，得到逃亡。是因为什么款的原因，叫做是人生的转捩点，就是因为伊碰到耶稣，碰到耶稣，伊甲耶稣这段圣经内底这段对话、这段讲话中间，耶稣怎样帮助医治这个富贵负心的人？耶稣怎样帮助医治这个富贵负心的人？这个受捆绑的人？咱从圣经内底，咱真简单搁来看一下，耶稣怎样帮助你？耶稣看到伊了，问伊讲：“你的名叫什么？”伊就回答：“讲我的名叫群啦，吼，有的意思是来解释讲，都就做恶啦，做邪，做意思。后来，伫遐耶稣伫遐做一真大的动作，迄个邪神，迄个乌龟就出来，离开这人的身躯。进入一个地内底，甲迄群的地就拼入去山壁，去海内底给他淹死。然后继续，这个人，这个过地的人、甲下来人，就看见这经营了，就发觉到这个人有一个过去无人看的现状。这个就是这个富贵负心的人，伊既然坐咧穿衫穿啊好势好势，其他来出现，改变这个人。过一个无人看的生活，然后伊求耶稣
遐证人记啊讲，即个时阵，伊求耶稣来离开伊，总是可能看对话了，后来迄个互鬼早前互鬼附身的人，伊就要求恳求耶稣讲：耶稣啊，哪会当？我要甲你相较大。那对这段圣经的整个故事的描写，耶稣早有帮助这个互鬼附身的人。而且咱来看看个有4个动作，4个步骤。头讲，耶稣问伊讲：“你的名叫什么？”第二，咱看见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变化，就即个互鬼附身的即个鬼，甲遐猪会拼伫海内，遐淹死。最后，即个人穿衫坐啊好势，然后伊困去，甲主耶稣基督相较大。又来到今仔日咱的生活的时阵，即个互鬼附身的人，即受困迫的人，得到耶稣医治，耶稣怎样帮助你？头一项，耶稣爱伊先明白我家己。表面上看起来，耶稣问讲：“你的名叫什么？”当你若问我讲我的名叫什么，我会甲你讲我的名叫柯永康。这是难免因为我甲你有较亲密的关系。当我讲我自我介绍了，我会甲讲足多。哦，我甲卫长老是32前熟识，譬如讲阮文罗长老阮是亲情，电话咧讲足多代志的吼，讲足多。但是有时较亲的时阵，毋是甲讲这个关系，是讲咱互相免来关心，互相免来带导，我无将啥物可能欠过，你有啥物可能祝福我啥物，佮讲较亲的代志，明白家己。当一个人需要所帮助的时阵，就像你做一个患者、一个破病的人，需要医生帮助共款。医生问你：你对你家己的病情，你了解什么？你的身躯上，你要甲我讲啊，我才会当帮助啊。共款，咱需要主耶稣的帮助，主耶稣爱咱家己，你爱咱家己。这个时阵，我的软弱是什么？这个时阵，我的欠缺是什么？这个时阵，我的有限是什么？这个时阵，我的人性是什么？这个时阵，我的现状是什么？这个时阵，我的需要是什么？当你将这个经验甲医生讲时，医生才会甲你诊断。耶稣要帮助咱，头一项爱咱先对咱家己，明白咱家己，明白咱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明白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，明白我是一个需要主的人，明白我需要实际的主来帮助我，明白咱家己。咱讲到一个基督徒，久有时咱到底咱明白咱家己个什么？有时真侪代志，咱袂当甲咱的四周的人讲，因为今仔我甲你讲了，伊阁甲别人讲，我甲你讲，你莫甲别人讲，结果大人知，所以咱有这个隐私。但是咱在个上帝面前。在你的基督的中间，你可以无所不谈，明白咱家己。后来，咱看见吼，这个互鬼附身的，这个鬼就甲遐个猪规群拼落去猪条内底，若拼落去个海，伊讲给他淹死。这个鬼，这个邪神，这个恶的势力，恶的物件，其他的身躯，伊就安尼拼落去海里淹死，什么意思？无去啊，消失了。当然需要医生甲咱帮忙，当然需要医生是咱真正医生是安那会当甲我断根啊，互我遐无好的物件会当完全的去绝，完全的除掉。透过祈祷，透过开刀，透过食药，透过安那医治，我希望医生帮助我断绝，互遐歹的物件离开我的身躯。当咱一个，或者恶势力、撒旦的物件、歹的物件，附给咱的身心灵各层次的时候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我这句话就是讲需要断绝罪恶，断绝罪甲恶。我来到上帝面前求主洗清，来到上帝面前，互上帝良心搬过咱的一切罪恶。互咱今个所在有一个悔改，
完全对咱的身躯中来离开、悔改、断绝罪恶、悔跟改。实际上，咱反悔就是不容易改，求主帮助咱。后来，这个互贵妇信的人，这个到伊去个所在，上帝就真耶稣真正帮助你，可以当断绝这罪恶。然后，咱看见，食到一个新创造的人，穿衫，接咧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：“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呀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旧的都经过去啊，变成一个新的。这个人就存在哪里？旧的都经过去啊。这个穿衫，有那个信用的术语，就是穿上新人。穿上新人，我相信，咱拢捌穿新衫。当咱去百货公司买一件新的衫，你转来厝里，你应该是迫不及待啦，找一个镜，紧穿咧照看卖咧，对不？满意不满意？但是我要请问你，若是这个时阵你的身躯是流汗，这个时阵你的身躯是垃圾垃圾，无啥清气，你会遮尔急讲迄件衫摕倒了，就安尼去甲清气咧？你应该将上我的身躯安怎，甲洗洗咧，充好清气，然后你的新的衫穿出来，你感觉完全的不一样。穿上新衣之前，就是除去那些污秽，那些污秽。所以，这个人会当去所在接咧穿衫，加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表示以那个断绝罪恶。断绝罪恶，除去罪恶之后，他穿上了新人。第四，这人伊甲耶稣恳求讲：主啊，那些当，互我甲你撒较大，你甲我撒较大。这是咱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一句话。有时咱叫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了，受洗了，悔改了，认罪了，然后上帝祝福临到了，咱叫做新创造的人。总是咱有时咱因为咱人的软弱，有时因为社会整个的一种的引诱、邪恶、试探，互咱有时会去犯罪。所以咱虽然叫做一个基督徒，叫做一个新创造，叫做一个新造的人，但是咱有因伫咱的整个大环境，咱有时咧受试探，有时伫咱个人的软弱，咱嘛咧受试探。所以咱需要，那是耶稣牺牲甲阮三个弟弟，与耶稣基督连结，求主同住。主耶稣基督牺牲来提醒咱，主耶稣基督牺牲来甲咱讲，来甲咱修正。主耶稣的有的牺牲，其实所在光照我们，求主同在。这就是这个互贵妇信的人，当咱来到上帝面前。当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主耶稣基督在帮助咱，但是主耶稣的帮助咱是苦口婆心，主耶稣的帮助咱有他的用意，跟他的时间，跟他的节奏。伊爱咱明白咱自己，伊爱咱会当真正悔改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断绝所有一切歹，无去受捆绑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伊爱咱甲耶稣基督。真做在咱生活中，甲主同行同大的人，我相信，咱拢渴望被医治，被得释放，被医治，被得释放。当咱有这种渴望，我想答案在这里。咱假做主信主久久，咱是不是我得回来做主耶稣？互咱在渴望医治的中间，互咱假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最近都有风台，所以有落雨。我行去台北市的街路咧看，忽然间发现台北市这几个路中的遐树啊，叫做水的，叫做清脆。慢慢的脚步，其实我们也需要
像雨后的大树得释放，有一个新的人生。好，今仔这段圣经内底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有插一段几节圣经。当耶稣甲这个互贵妇信人去的所在咧对话来做这事了，有一群人叫做路人甲乙丙丁。迄群人话话定定去边啊，这群人看到这个代志，到底众人在意的是什么？有时在咱的信仰的中间，咱嘛叫做一个众人甲乙丙丁。敢若受益的是迄个人的代志，受益的是遐个人的代志，敢若我无关系。咱伫信仰的中间，伫教会生活中间，咱拢听落去，像路人甲乙丙丁遐看，哦，刚刚咧看老咧，有时候有感动，有时候没感动，有时候有批评，有时候没批评，反正就是看。好，圣经内底既然看这段圣经，插在一位，在众人路人甲乙丙丁，这群人到底因在意的是什么？我们来反射我们自己，在我们的信仰的层次里面，当有人需要被医治、必要被帮助的时候，我们来这边来看待主耶稣所做的工，我们在意的是什么？好，咱真简单的看圣经内底有，就是简单的几句。伊讲，这个人看过互迄个富贵的、好心的人，一日穿衫穿好势了，忽然间伊讲啥，心内明白就惊呀！哦，然后，搁17节，这个人竟然要求个耶稣，请你离开我啦，莫搁去遮。然后其中间有人去算遐讲，哇，拼入去山壁遐个猪有2000只。到底咱的信仰帮助咱怎么在看待主耶稣的所作所行？看看咱的生活，有人就看见耶稣，或者人受改变，伊就惊呀，就害怕。圣经内底就这样带过去，好像没有很多的琢磨，很多的交代。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，当耶稣给咱中间的耶稣，忽然间给咱中间，惊真侪信了基督，超过咱所求所想，我们作何感想？我们作何反应？我们害怕吗？害怕到一个程度，说要求耶稣啊，你离开我，不要给我家。我们害怕什么？是害怕，因为我们对耶稣所做的，我们还是信心不足。到底是真还假？还是我们害怕的是，这个人今日受医治，他是咧演的，还是配合的？一天来，佫歹，佫倒来是哇，佫拄大条。我们害怕什么？害怕还没预备好，还是因为我们对信仰、对神迹、对各种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不相信？还是我们害怕是说，我们希望我们安于现状就好？不要太多的惊动。我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们害怕什么？是不是在害怕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充满了矛盾？是我们未相信，是我们不愿意改变，是我们安于现状，是我们怀疑等等，所以要求耶稣离开。无当，这是这些众人的反应，会当帮助咱来思考。甚至有人去个所在假算，这个互贵妇信的这个时间，这个社会，看这个庄头俗恶的人，所以无怪伊拢去到迄个所在。今日因为伊一个人，结果爱牺牲2000只的猪。我们开始用我们的经济，用我们的头脑去换算，2000只的猪加数了，一只猪若是分2万块，2000只偌济，就4000万。4000万给台北市对年轻人来讲，可以买个30-40平的房子啊，一辈子啊。所以有时咱可以看教会的事工，你看上帝所做，有时我们现在这样这个矛盾，这些众人在意的，圣经没有答案，但是值得我们思考。最后这段圣经内底看去，这个互贵妇信的人，这就异地的人，伊到最后说，怎样来做一个 ending？ 耶稣讲耶稣。就准的是迄个早前互贵妇信的人，迄个困去耶稣讲耶稣，甲我撒个大。总是咱看圣经19节，耶稣无答应。有些圣经版本是写讲，耶稣暂时无点头，
我们觉得矛盾啊。这个人，和贵妇心人，这耶稣，伊唔问耶稣，我甲你三个弟，你甲我三个弟弟，耶稣暂时无答应。这是耶稣无答应，伊不要讲什么，伊不要讲啥，讲你回家去吧。你回去，等到你的亲戚遐将主所做这样大的事，再有人民的，拢去甲因讲。意思讲，这人讲求耶稣，我要甲你三个行。耶稣讲啥？耶稣讲：这都马地，小等咧，小等咧。你先为着我为你所做的，你去做见证。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。回家去吧，告诉你的家人。或许从前是你跌倒的地方是在家，或许从前排斥你的地方是在家，但是因着神的作为，让你有所改变。回家去吧，回家去吧，回家去吧。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，还有一个家是属灵的家。神要让我们回到属灵的家。圣经教你描写讲，迄个人就去迪卡波利的所在，世界行，世界去传扬主要所给他所做的事，众人拢讲甲奇怪、讲呀。那么透过今日圣经，咱最点来帮助咱来经历好无垠的大能，无垠的大能从捆绑到死亡，从捆绑到死亡。那么上帝祝福咱，互咱在咱人生的中间，继续持守咱的信仰这条路。这条路或许在捆绑中，让我们有高低起伏，有弯曲，有山谷等等。但是这条路，或许我们觉得不是一条直的路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这条路虽然不是一条直的路，但是是一条值得的路，愿我们同得释放。向阿头三祈祷。天父的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透过今日圣经，互阮互相来勉励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互阮会当互相透过上帝你的话，互阮行在上帝你的光明中。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用2分钟、2分钟，简单来圣经伊的主日，简单的请安报告。我想咱讲真清楚，我来意思就是代表圣经学院圣经学院咱也真熟。这个学院，这间学院是1952年，拄到我出世1年同年，所以今年是70年，所以我70岁意思。这个圣经学院今年是79年，79年所以有真侪需要咱帮赞关心的所在，特别整个的精修，当然圣经学院最主要的事工就是帮助咱地方教会的需要，来培育信徒灵命的一个课程，所以有办做同工的训练会、退休会等等，也伫这个所在做真侪灵修教育、甲教会服侍。除了这个事工需要经费以外，伊的硬体也需要真侪维护，所以一年经常费所有需要的预算。超过6800万，需要咱地方教会伫咱基督的中间来关心、支持、甲方面多少。来念信息481首，信息481首，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。信息481首，请咱起立。主
请咱美办咱的心来做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请咱掀开周报，为几项事来祈祷。请咱为着咱的机体，现在咧调养的陈金主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卢雪英、吴怡梅、洪甘基、赵玲玲、林旭燕、陈美芝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谢丽辉、郭道朴、陈秀荣、杜娇、以诺小朋友、刁太牧师、德明长老、林湘耀、江玉秀、刘惠忠、陈一日、张兆明、甲陈义军，尤其即马咧福建中的陈兆明、王树军、陈辉的爸爸、甲李念之，以及确诊伫咧厝咧隔离的，咱为因提名来祈祷。也请为青少年以及因的老爸老母，伫新学期会通将聚会时间分别出来，伫基督的内面学习着行的道，一生无偏离。咱也为着台海情势继续祈祷，为乌俄战争也未煞，以及国际犯罪事件来祈祷。愿上帝公义的日头光照人民世间人。请咱也为着台湾年底9合1选举祈祷，愿圣灵引带正百姓有智慧分辨真假，愿基督谦卑，愿基督徒谦卑追求主的心意，也为着咱家己所需要的来代祷。请咱开声祈祷。天阮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伫你的带领下面，阮通来到教会来敬拜你。天父上帝，阮也为着阮的肢体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愿主你甲因三角地带，愿主你看顾因，伫因心心软弱、肉体欠安的时，有愿轻调的主，愿主你的灵甲因三角地带，伫困苦的时，求你的喜乐帮助因，互因有愿倚靠主来得到快乐。天父上帝，阮也为着世界各种的代志交托伫你，愿主你看顾，主你的好旨意要一个顶面显现，愿你带领，愿你将阮的祈祷听入去。天父上帝，阮也将教会青少年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看顾，阮的父母、
听阮祈祷的主，你用怜悯对待阮每一个，你知阮的欠缺甲需要，你要照阮的欠缺，伫你好旨意的内面供给予阮。伫患难中的兄弟姊妹，求主拯救；伫病痛中阮的肢体，求主你施恩降落医治；伫迷失中的人，求主你引带；伫顺利中间的，求主教导学习感恩。你是阮的君王，是阮的帮站甲倚靠。阮要将艰苦困难、心内的土气拢交予你。愿主你照你的慈爱恩待阮，成你所看做好的事。阮有出声无出声的求讨，你拢要听见。求主甲阮成。即时，阮也要齐声用主教阮的祈祷，安尼三甲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一次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我来报告，咱来看周报，再来。下一周的事项的，请咱家己来看，提早来准备。教会的消息，本主日是新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，咱感谢柯英红牧师正道甲分享，咱用普爱声来甲伊欢迎甲感谢。咱本堂的义格牧师也受派甲七张教会请安报告。请咱为着新德圣经学院伫咧实践新学中的努力甲关心，咱来关心奉献。第二点，9月17，北中校方事工部要举办讲座，题目是对话的力量，咱的牧者会前往参加。第三，请各团契会长将第4季10月甲12月份服侍排班表。伫9月18日以前交予咱的教务处通来会诊。第四，也未申请教会奖学金的学生，会通伫今仔日通晚伫今仔日交成绩单来申请。咱本堂教育部会遵照自费出席率甲成绩达成率来核算奖学金。奖学金详细颁发的办法，搭伫公告拿，请咱会当详细来看。团契的消息。9月16拜五上午10点，双年团契聚会，主理是义格牧师。9月17拜六，社青团契举办外出联谊活动。原来拜四的聚会，咱暂停一摆。奉献的部分，顶礼拜有一个刊登的错误，就是陈秀姐为着教育部奉献1000块，毋是100块，咱依次来订正。顶礼拜奉献明细表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若有订单的，请出入还是会计来提出订正。以上报告，来吟上营512首，上营512首，吟诗煞，请何牧师，请起立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愿上帝用你的话来起造阮的信心。愿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听来激励阮听主、听厝边，也听阮家己。愿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灭倒必会。以前有人我无去教的。